过来要请咱厝内底有幼囡仔家长爱特别注意，囡仔若出现着感冒症状，一定爱真要紧。讲最近这个小儿科的门诊，发现一寡小朋友一直扫，有诶个会发烧、流鼻水、拍卡呛、每饭食袂落，甚至会来气喘等等的症状。家长想讲是去喂着新冠病毒，其实毋是哦，其实是去感染着一种 RSV 呼吸道的融合病毒。讲5岁以下婴幼儿尚会去感染着。啊，讲若当时咧喂着新冠病毒，甲即种呼吸道的融合病毒，这个镜头是会越愈严重，致死率嘛提悬。所以这段时间家长爱加费心，好好来看顾咱的囡仔。咳嗽扫袂停，佮有淡薄喘，互家长看个真甘。这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的镜头，所以即马秋冬过来真侪囡仔拢得着这个病。呼吸道融合病毒主要就是痰非常多了，你就知道你就觉得他的咳嗽非常的严重。医师提醒，5岁以下的囡仔开感染到呼吸道融合病毒，尤其2岁以下幼囡仔变得严重，得带院，买到上手治疗。9月大量的上升，整个门诊里面可能占1成到2成或更多，至少5%的小孩都感染。小朋友不管是流感，不管是呼吸道融合病毒，它都不太容易死亡。秋冬可以喂到4大病毒，呼吸道融合病毒、会喘含低烧，含新冠病毒无共是温度烧较悬，流感是发烧，规身躯无力，肺炎连球菌会扫会喘，含胸坎无爽快镜头。若是这几病毒斗阵感染，死亡几率卖加倍。新冠只要再沾到第2支细菌或病毒，都会提高死亡率，2倍、3倍、6倍、8倍的都有。即卖阶段也无针对幼囡仔疫苗来对抗呼吸道融合病毒，今日人可接洗手，含喙暗挂好势，加上囡仔若是较染心，家长拢一定爱提高注意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